很专业的，可以加保护板，有排线，然后接正负极，接电池的正负极嘛，还有接保护板加，里面还有保险丝，还很专业哦。我要做结缘的，很专业，很专业，很专业。你看哦，怎么接啊？说那个内片要剪成那个样子，中间是空洞的。